退剥削阶级，推翻反动政权，实现解放战争伟大胜利。中国共产党带领一支和平部队，创造雄壮战争伟业，赶走美帝国主义，实现朝鲜战争伟大胜利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解放思想，义无反顾地转身之后，他们发出喜悦无依、与子同袍的怒吼，与死神抢夺着每一个生命。我看见共产党员率先迎难的身影，他们深入一线，靠前指挥，他们的身影，他们的声音，凝聚着战胜疫情的强大力量。我看见公安、疾控、市场监管、社区干部。夕阳一直西湖边，天边流萤不成眠。我却只会与你相见。青青可夕阳一直西湖边，天边流萤不成眠。我却只会与你相见，翩翩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这个餐厅在你知道吗？